大家有冇發現呢排成條香港街都靜晒？以前日日爆長排長龍俾嗌做基層救命糧嘅兩餸飯，而家竟然一間接一間拉閘執笠。就連以前遊客同領事館人員都特登嚟幫襯，名氣響徹全港嘅龍頭兩餸飯鋪都頂唔順要結業。最離譜係乜？佢哋不惜虧本推出300蚊任食放題，都依然無人問津。究竟係兩餸飯變咗質，定係而家嘅香港樓市營商環境、消費模式已經徹底變天？今日我哋由淺入深同大家拆透呢場近年最誇張嘅平民餐飲倒閉潮，睇清香港最真實嘅市井經濟真相。成日行街睇開香港市井變化嘅街坊，一定好清楚呢個反常現象。早幾年經濟唔好，大家手緊荷包縮水嘅時候，全港各行各業都捱緊，好多鋪頭紛紛結業，唯獨係兩餸飯愈開愈多，越做越旺。嗰陣時唔通係屋邨街坊、地盤工友、寫字樓打工仔，甚至係返工趕時間嘅白領，個個都靠一盤平大件夠飽嘅兩餸飯醫肚。可以話兩餸飯係香港最貼地、最兜底、最經得起經濟風浪嘅民生快餐，係無數基層香港人最踏實嘅依靠。但係今時今日，呢個維持咗幾十年，被認定為絕對唔會倒嘅市井生態，徹底崩咗近1個月。唔使全港多間老字號連鎖龍頭兩餸飯鋪接連關閉核心旺區分店，當中有啲分店火爆咗10幾年，從來未試過淡季。就連外國遊客、外地駐港人員都特登專程過嚟打卡幫襯，風頭一時無兩。但係而家佢哋冇預告、冇緩衝，直接離場結業。更加諷刺嘅係，有啲灣仔、銅鑼灣旺區分店為咗救鋪、救翻流失嘅客人，出盡最後絕招，搞出史無前例嘅300蚊無限任食兩餸飯放題，等於貼錢做生意，只求留住人流。換轉以前，呢種優惠一出，肯定即刻爆場，日日排隊排到出街。但係現實係超級殘酷，呢個破天荒優惠推出之後，鋪面依舊冷冷清清。就連返工放工最旺嘅飯鐘時段，鋪頭都得個吉，幾乎冇客。老闆眼見大出血讓利都救唔返生意，最終都只能無奈拉閘貼出結業通告，慘淡離場。好多街坊心底都有個超大疑問：兩餸飯已經係全港最平、最貼地、最剛需嘅飲食選擇，冇任何快餐可以取代佢嘅性價比。連呢種最底層、最平民、最基礎嘅民生飯堂都捱唔住，要陸續執笠。咁而家香港嘅市井營商環境究竟惡劣到去到邊一個地步？呢件事絕對唔係簡單嘅間鋪做得唔好，而係整個香港實體經濟、租金結構、消費生態、行業例卷累積出嚟嘅系統性爆雷。今日我哋就用真實鋪頭案例、業內數據、地道市井視覺，徹底拆解呢場兩餸飯倒閉潮背後你哋未必睇得透嘅深層真相。首先，我哋要搞明白，兩餸飯喺香港嘅地位，從來都唔只係一份快餐咁簡單。好多人以為兩餸飯係近年先興起嘅平價食肆，其實佢係陪伴香港成長、沉澱幾十年嘅市井文化產物，係香港基層生活貧富差距、市井煙火最真實嘅縮影。早喺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工業起飛，大量基層勞工湧入市區打工。當時高級餐廳、連鎖快餐定價偏高，完全唔貼合打工仔嘅消費能力。大眾需要一款平快、大件夠飽、唔使等好耐嘅日常正餐。就係咁，兩餸飯順勢崛起，紮根大街小巷、屋邨市集。喺老一輩香港人眼中，兩餸飯係名副其實嘅救命飯。經濟差，手緊交完租，扣晒生活費之後，剩翻冇幾多錢。就靠一盤30、40蚊嘅兩餸飯頂，一日3餐。就算係中環、金鐘呢啲頂級商業核心區，日日都有穿西裝返工嘅金融白領、職場精英，放低身段同地盤工友老街坊一齊排隊買兩餸飯。呢種高端圈層同基層大眾共用一款平價快餐嘅畫面，全世界大城市都好少見，亦都足以證明兩餸飯靠嘅唔係包裝，唔係營銷，係實打實嘅民生剛需，先可以紮根香港幾十年不倒。按照過往幾十年嘅市場定律，兩餸飯係超級抗跌，甚至可以逆勢增長嘅行業。經濟好，大家有錢嘅時候，大家會去茶餐廳、酒樓、西餐廳食好啲。經濟差，樓市、股市低迷，市民消費收緊嘅時候，所有人都會降級消費，轉投兩餸飯懷抱。
所以過往每一次經濟波動、疫情衝擊，香港高端餐飲、網紅餐廳升些，食肆大批倒閉，唯獨兩餸飯逆市擴張，越開越多。數據早已證明，疫情後3年恢復期，全港兩餸飯新店激增超600間，係全港唯一逆勢增長嘅餐飲細分賽道。但係2026年嘅今日，呢條鐵律徹底失效，曾經最穩陣、最兜底、最抗風險嘅兩餸飯行業，變成咗餐飲倒閉潮嘅重災區，而壓垮呢個行業嘅第一座大山就係香港畸形到離譜、完全脫離實體經濟嘅天價商鋪租金。呢個亦都係所有平民小店、基層小商戶嘅致命死穴。熟悉香港營商繁丁嘅街坊都知，香港鋪租長期穩居全球第一，而且存在極度扭曲嘅結構性問題。內地嘅鋪租係跟市場生意人流量、盈利狀況走，有升有跌，貼合實體經濟。但係香港核心旺區嘅鋪位，大部分掌控喺老牌家族、大型資本集團手上。呢啲鋪位早已唔係俾人做生意賺錢嘅載體，而係資本用嚟估值、抵押、炒賣套利嘅金融工具。呢就衍生出一個好詭異嘅現象，就算旺區人流下跌，實體經濟轉冷，好多行業生意難做，核心街鋪嘅租金都唔會跌，甚至逆勢上漲，最終就形成一個死循環。商圈睇落去熱鬧，人流多，但係商戶根本賺唔到錢，賺到嘅微薄利潤全部俾那租金，最後只能忍痛結業。今次執笠嘅龍頭兩餸飯銅鑼灣分店就係最血淋淋嘅真實案例。根據香港餐飲業界公開數據，呢間位於銅鑼灣黃金地段嘅鋪位，單月租金高達23萬港幣。大家可能冇概念呢個租金水平。以前係周大福、六福珠寶呢啲高端珠寶大品牌先至頂得住，珠寶行業係超高利潤賽道，一單生意動則幾萬、幾十萬利潤，絕對夠晒覆蓋天價租金、人工同雜費。但係兩餸飯係咩生意？一單快餐淨係賣30-40蚊港幣，除佢去食材、人工、水電雜費，每份利潤薄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一個做超高利潤奢侈品，一個做極致薄利民生快餐。兩者嘅盈利模式、抗風險能力根本唔係一個維度，但卻要承擔一模一樣嘅天價租金。呢種商業模式本身就注定係死局。我哋可以實打實計條數俾大家睇清楚，淨係每月23萬租金，唔計任何人工、食材、水電、稅費、損耗，呢間鋪每月起碼要賣6餐滷北份，兩餸飯平均每日賣200幾份，先至僅夠俾租金。如果計埋所有運營成本，每日必須穩定賣出300份以上，先至可以勉強收支平衡。對於一份利潤幾蚊、10幾蚊嘅平民快餐嚟講，呢個業績要求根本就係不可能完成嘅任務。長期運營只能夠虧本。更加殘酷嘅係，銅鑼灣、尖沙咀、旺角呢啲核心商圈，兩餸飯市場早已係紅海內卷狀態。權發小廚、權發小廚等老牌鋪頭深耕多年。有固定老街坊、通勤白領客群，客源極度穩定。新鋪想喺呢啲地段搶生意，只能夠靠降價內卷，減少利潤，進一步壓縮自己嘅生存空間。高昂租金、客源分流、利潤微薄，三重夾擊，就算係資金雄厚嘅連鎖龍頭，都根本頂唔得住長期虧損。好多資深餐飲老闆都直言，而家嘅核心旺區鋪租，對平民快餐嚟講唔係壓力，係死刑入。旺區開兩餸飯，一開始就注定輸。好多人都會疑惑，既然旺區鋪租離譜到，咁點解近年咁多兩餸飯品牌仲要瘋狂入駐核心商圈？呢個就係行業集體嘅戰略誤判。疫情3年期間，大量高端商鋪結業空置，核心地段鋪租短暫回落，係近10年少見嘅低價窗口期。好多餐飲老闆誤以為香港鋪租去似雪回落，實體經濟去快速復甦，於趁低位長鋪擴張，瘋狂霸佔旺堅地段，常住疫情過後收割人流做大品牌。誰知道疫情緩解之後，香港資本迅速回彈，核心旺區鋪租快速回升，甚至超越疫情前高位。一眾跟風擴張嘅兩餸飯品牌瞬間被套牢，喺天價租約入面進退兩難，繼續做就日日虧錢，越做越蝕。結業離場就虧晒裝修費、押金前期投入，完全係兩頭唔討好嘅絕境。更加值得深思嘅係，天價租金打擊嘅唔係淨係兩餸飯，成個香港本土餐飲行業都被深度拖累。
就連資金雄厚、根基穩固、常年盈利嘅香港本土巨頭美心集團都頂唔順呢種營商壓力，被迫斷臂求生。美心旗下嘅西式烘焙品牌巔峰時期超級火爆，全港各大商場都有分店，招牌牛角包一年可以賣出過百萬個，家喻戶曉，人人都識。但係近期，美心喺旺角新世紀廣場嘅最後一間大型直營烘焙分店正式結業，宣告呢個品牌徹底退出核心商場線下直營市場。背後原因好簡單，集團財務核算之後，發現核心商場高昂嘅租金同人工成本已經完全吃光，你產品利潤做得越多，虧得越多，根本冇任何經營價值，所以美心即刻調整戰略，及時止損，放棄昂貴嘅線下大鋪，將產品轉入超市專櫃銷售，砍掉巨額場地成本，同時將回籠資金調轉投入成本更低、利潤更高嘅連鎖漢堡賽道。連呢種千億級本土大企業都要靠收縮戰線轉型避坑先至可以生存，可想而知，冇資本冇後台、利潤微薄嘅中小型兩餸飯鋪生存環境有幾惡劣。天價租金係外部致命打擊，但真正令兩餸飯徹底失去民心、被街坊拋棄嘅，係行業自身嘅全面變質、品質滑坡、服務倒退。早期嘅兩餸飯之所以能夠俘虜幾代香港人，靠嘅就係兩個字：良心。以前嘅街邊小攤、屋村兩餸飯小店，全部新鮮現炒食材，乾淨分量十足，調味清淡貼合港人口味。賺嘅係微薄辛苦錢手嘅係街坊口碑。嗰陣時大家唔係冇錢食好嘢，而係真心覺得兩餸飯抵食、乾淨靠譜，係最踏實嘅日常選擇。但係隨住行業越開越多，內卷加劇，新入行嘅老闆只顧賺快錢，徹底拋棄咗老一輩經營者嘅初心，為咗極致壓縮成本、最大化提升利潤，紛紛喺食材分量、工序服務上面偷工減料，一步步將呢個民生業態做爛做臭。而家絕大部分兩餸飯鋪早已唔會新鮮現炒，全部係後廚提前大批量預製煮好，擺喺大鐵盤入面保溫，客人落單就隨便舀兩啖加熱裝盤就算數。食物放咗好耐，熱氣不足，口感變差，完全冇現炒嘅鑊氣同煙火味。為咗掩蓋食材唔新鮮、存放過久嘅問題，鋪頭普遍採用重鹽、重糖、重油嘅極端調味，用濃味壓住食材瑕疵，食落去又油又膩，長期食用對身體負擔極大，菜品同質化嚴重，常年唔更新都係行業嘅一大死症。而家全港90%兩餸飯鋪菜單幾乎一模一樣，來來去去都係鹹蛋蒸肉餅、咕嚕肉、臘味拼盤、豆腐青菜，呢幾款菜式幾年都唔會更新一款新品，日日食、月月食、年年食，再好食嘅嘢都會膩，更何況味道單一、做法敷衍，完全滿足唔到而家消費者嘅飲食需求。最令街坊反感、徹底寒心嘅就係份量嚴重縮水，打菜極度摳手。相信好多長期食兩餸飯嘅朋友都深有體會，以前一盤兩餸飯滿滿當當，分數均衡，食肉食得夠晒癮。而家阿姨打菜個個手抖神功，大塊牛腩、瘦肉、雞扒全部偷偷扣走，淨係留低大量廉價洋葱、蘿蔔、白菜墊底。明明付咗同樣嘅錢，買到嘅分菜越來越少，素菜越來越多，性價比斷崖式下跌。更加離譜嘅係單點蔬菜嘅定價。街邊超市10幾蚊可以買到一大斤新鮮青菜，但兩餸飯鋪入面區區細細一撮青菜就單獨收高價，變相抬高，整體下單價份量縮水，食材變差，味道敷衍。呢啲問題已經夠晒敗好感，服務態度仲一如既往嘅差。大部分兩餸飯鋪依舊係街邊小攤粗放模式，冇服務、冇態度、冇售後，店員普遍急躁敷衍，催單趕客係常態。食客食飯之餘仲要受氣，消費體驗極差。最諷刺嘅反差就係品質、份量、服務全面倒退嘅同時，兩餸飯嘅售價卻逐年悄悄上漲。反觀香港本地傳統茶餐廳、連鎖快餐店，為咗爭奪客源、應對市場競爭，反而不斷降價出優惠套餐，升級環境、優化服務。而家大家同樣使40-50蚊，去茶餐廳可以坐冷氣靚位，食新鮮熱辣現炒嘢，有人倒水遞餐，環境乾淨舒服。揀兩餸飯就係街邊風吹日曬，食預製冷飯，份量縮水仲要受氣，性價比差距越拉越大。消費者又唔係傻，自然會果斷放棄兩餸飯，回流選擇體驗更好、性價比更高嘅傳統茶餐廳。呢個就係點解而家兩餸飯就算降價促銷搞放題，
都吸引唔到客源嘅核心原因。佢哋賣嘅已經唔係平價民生快餐，而係俾街坊嫌棄嘅智商稅敷衍產品。如果話租金壓力、品質滑坡係內部內傷，咁深港通關之後嘅大規模消費外流，就係壓垮兩餸飯行業嘅最後一根稻草，亦都係最不可逆嘅外部衝擊。隨着深港通關政策全面放寬，兩地交通越嚟越便捷，高鐵、地鐵、巴士無縫銜接，兩地嘅消費壁壘幾乎徹底消失。而家每逢週末節假日，各大口岸人山人海，無數香港街坊拖住行李過關。深圳消費覓食已經成為常態化生存方式。呢一場大規模消費遷移根本唔係一時興起，而係兩地消費體驗性價比差距過大導致嘅必然結果。我哋可以直白對比俾大家睇，喺香港使30-40蚊港幣，只可以喺街邊露天擁擠環境買一盤預製冰冷、重油、重鹽、份量縮水嘅兩餸飯，仲要忍受嘈雜環境同敷衍服務。但係過關去深圳同樣嘅價錢，可以坐入裝修精緻、冷氣充足、乾淨舒服嘅大型商場餐廳，享受貼心周到嘅服務，食到新鮮現做、款式超多、味道一流嘅美食。無論係環境、服務、食材、味道選擇豐富度，深圳餐飲都全方位碾壓香港平民快餐。呢種巨大落差徹底改變咗香港街坊嘅消費觀念同習慣。以前大家揀兩餸飯係無奈之下嘅最優解，為咗慳錢，為咗方便。而家大家有咗更好、更抵、更舒服嘅選擇，自然唔會再將就自己委屈腸胃。而家好多精打細算嘅街坊，甚至唔止係過關食飯，仲會專門喺深圳超市市場採購平價食材、半成品、脆皮腸、預製菜帶返香港屋企，用微波爐、烤爐簡單加熱就食。比起街邊兩餸飯，自己居家煮食更加新鮮，份量更足，價錢更平，乾淨衛生，完全吊打市面大部分兩餸飯鋪。除咗外出消費，好多打工仔放工之後，直接喺香港超市買公仔麵速食解決晚餐，進一步搶佔兩餸飯嘅生存空間。持續嘅消費外流、客源分流，令本就岌岌可危嘅兩餸飯行業雪上加霜。原本有限嘅基層客源，一部分被升級優化嘅茶餐廳搶走，一部分持續流失去深圳。雙重打擊之下，全港兩餸飯門店客流量普遍腰斬，就算大出血搞優惠做放題，都根本救唔返人心。值得一提嘅係，消費外流同高成本困境打擊嘅唔係淨係本土平民快餐，就連國際知名連鎖大牌都頂唔順。美國頂級漢堡快餐品牌喺銅鑼灣核心地段擁有一間超6層7百里嘅超大鋪位，單月租金高達50萬港幣，租金成本誇張到難以置信。為咗自救，呢個國際大牌特意推出99蚊超值套餐，大幅降價讓利，希望可以拉動人流，挽回生意。但係最終都係無人問津，慘淡結業，默默退出香港核心商圈。連擁有全球供應鏈、強大品牌影響力、成熟運營體系嘅國際大企業都扛唔住香港嘅營商環境。可想而知，本土細規模、零資本背書嘅兩餸飯小店生存壓力有幾大。喺全行業集體低迷嘅大環境之下，香港本地餐飲亦都出現咗極具反差嘅自救現象。部分老牌酒樓、茶餐廳反其道而行，用極致性價比搶佔市場，進一步擠壓兩餸飯嘅生存空間。近期香港社交平台爆火嘅觀塘碼頭海鮮酒樓就做出咗顛覆市面嘅操作。而家香港通脹嚴重，物價飛漲，絕大部分食肆都想方設法加價，就連加開水多一張紙巾都可能要額外收費。但係呢間酒樓偏偏推出超級親民福利，每日早上7點半到11點入座，全場茶水費只需要2蚊港幣，2蚊飲茶。喺而家嘅香港根本係天方夜譚。好多住咗觀塘幾十年嘅老街坊都話，呢個價格直接穿越返去幾十年前嘅舊時光。呢間酒樓憑住良心定價、優質環境、貼心服務、新鮮食材，火速圈粉無數，牢牢鎖住大量家庭客、老街坊、中老年食客。一邊係不斷升級、讓利為民、越做越好嘅本土酒樓茶餐廳，一邊係不斷縮水、加價、擺爛、敷衍嘅兩餸飯。兩者對比高下立判，兩餸飯
被市場淘汰，根本係大勢所趨。基於而家嘅行業現狀，我哋可以做出一個好現實嘅預判。假設如果香港兩餸飯行業繼續維持而家嘅擺爛模式，唔徹底改革，唔轉型升值，未來1到2年之內，全港將會出現大規模洗牌，超過70%中小型兩餸飯門店會陸續執笠退場。曾經遍佈大街小巷、屋邨市集，陪伴幾代香港人嘅平民快餐業態，會慢慢淡出主流民生消費市場，徹底告別巔峰時代。呢個預判絕對唔係危言聳聽，而係基於行業痛點嘅理性分析。而家兩餸飯唯一僅剩嘅優勢就係平價，但住茶餐廳持續降價，內卷深圳消費持續紅級，市民飲食品質要求不斷提升。呢個僅存嘅價格優勢都會慢慢消失。一旦平價優勢不再，品質、服務環境全方位落後嘅兩餸飯將冇任何核心競爭力可言。如果行業想跳出倒閉潮，逆風翻盤自救，就必須徹底推翻舊有粗放經營模式，全方位革新升級。首先就係選址邏輯嘅徹底扭轉，徹底放棄盲目追捧核心旺區、黃金鋪位嘅錯誤思維。銅鑼灣、尖沙咀、旺角呢啲地段人流雖多，但大多係流動遊客，短期通勤客復購率極低，消費不穩定，再加上天價租金，完全唔適合薄利快餐生存。行業應該將鋪位搬返去民生住宅區、老舊屋邨、社區街巷呢啲地段，租金平，固定街坊，客多，復購率高，客源極度穩定。雖然冇旺區嘅流量噱頭，但勝在穩賺穩做，壓力細小，可以將節省落嚟嘅巨額租金全部投入食材升級、口味創新、服務優化，真正回歸民生餐飲嘅初心。其次就係品質同良心嘅全面回歸，呢係行業起死回生嘅關鍵。所有經營者必須放棄重口味、遮差食材嘅偷懶做法，嚴格把控食材採購源頭，拒絕預置過期食材、劣質凍貨。堅持新鮮現做、少油少鹽、健康清淡，貼合香港人日常養生飲食需求。同時徹底整改打菜客球、份量縮水嘅亂象，保證分數均衡、大件抵食，用真誠口碑贏返街坊信任。除此之外，必須定期更新菜品、創新口味，打破幾十年一成不變嘅固化菜單，加入新式港式家常菜、清淡小菜、特色小炒，俾消費者新鮮感。擺脫低端敷衍過時嘅業態標籤，最後就係服務同性價比嘅標準化升級，摒棄街邊小攤嘅粗暴服務模式，建立基礎服務流程，優化點餐出餐、售後體驗，同時穩定定價，拒絕暗地加價，做到質價匹配，真誠經營。從宏觀經濟層面嚟睇，兩餸飯嘅批量倒閉，從來都唔係單一餐飲行業嘅問題，而係香港實體經濟結構性矛盾嘅集中爆發。天價租金擠壓中小微實體，本土消費體驗持續倒退，周邊城市消費虹吸加劇，傳統行業創新乏力，種種問題疊加，不只係兩餸飯。各行各業嘅基層小商戶都喺度捱到萎縮。兩餸飯作為香港民生經濟最靈敏嘅晴雨表，佢嘅衰落講明咗一個真相：而家香港嘅經濟困境早已唔係簡單嘅消費降級，而係實體經濟活力消退、應狀環境惡化、基層民生體驗持續下滑嘅深層危機。疫情過後幾年，香港高端金融、奢侈品市場依舊光鮮亮麗、繁華依舊。但係紮根市井、吸納大量基層就業、支撐本土煙火氣嘅中小微實體，卻持續批量退場，日漸凋零。當最剛需、最抗跌、最兜底嘅平民餐飲都冇辦法生存，足以證明香港實體經濟嘅陣痛有幾深刻。未來香港餐飲行業想要走出寒冬、重回正軌，必須整治畸形嘅商鋪租金亂象，優化中小微商戶營商環境，倒逼本土商戶回歸初心，提升品質，優化服務，喺價格品質體驗之間揾到平衡，先至可以留住本土客源，重啟市井經濟活力。相信各位街坊呢排行街都能夠親身感受到呢種變化。以前日日爆場嘅兩餸飯鋪，而家好多都靜晒，拉閘結業，熱鬧嘅街頭快餐點位變得冷冷清清。今日就想同大家傾下，你哋覺得而家嘅兩餸飯仲係以前嗰個救命兜底嘅良心民生快餐嗎？定係已經變成收割基層血汗錢嘅智商稅？佢仲有機會翻盤重回巔峰嗎？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踴躍留言，分享你嘅親身經歷同睇法，一齊傾下當下香港嘅市井同經濟現狀。鍾意我哋香港市井深度分析、經濟拆解內容嘅朋友，千祈唔好吝嗇你哋嘅點讚收藏。
記得一鍵訂閱我哋頻道，打開小鈴鐺，我哋會持續跟進香港各行各業嘅最新變化、市井熱點、經濟真相，帶你睇最真實、最接地氣嘅香港。我哋下期再見。